扎特的夜后聊出歌剧很美，非常经典，非常好听。你今日绕墙的花腔女高音 ，Rita 非常荣幸，给很爱好仔哦。莎莎的朋友戴小军老师，大家好，我是戴小军，今晡日同欢喜来到了。哇，分享，台视来到现场哦，噶大家真踊跃过上。本大家觉得哇，贵山音响嘞，因为而认同按够难图的吼，有到现场时，当然有好消息同大家分享。首先，我先恭喜学者连续了头前3年都有开一届的独唱会，今晡日节目当中会好好同大家分享，因为今年延禧时有独唱会同大家分享，还是完全是合格的哦。刚下你谈到了夜吼，我是当上强调，同埋今日一来到节目当中，第一摆来到节目是挑战按够难图的。夜后啊，应该闯荡久了啦。哇！从研究所开始是开始在闯呀。是开始闯，嘿，闯动动年嘞，嘿，是，不过没按好闯是闯的啦，嘿，您讲的是花腔女高音，给地度的经典歌曲，是咏叹调的名曲的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曲目。嘿啊，给作为算是在我们声乐界里面哈。又分个女高音部分，又分最高的叫做花腔女高音哈，还有戏剧女高音，有抒情女高音哈，各种不同的女高音。因为从来构图啊，没办法强调。哦，花腔女高音是从最高的，最难的是最难的俩修，因为从最高最难的，因为在俩音色方面哈，看你的音域。韩国自家在选择的时间系线上同你分上谱的吗？系啊，通常系安用啦。线上是可你做从好过啊，系好用半夜吼。俺每是从个女中音的，还有用跟时间是种没办法从安过的时间，是老师是讲一起女中音起可能用。可是你知道那个中音部分哦，就是你如果想要唱高音唱得好哦，事实上中音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打底的。所以也是一个好机会，所以也不见得说唱的中音就是就比较没有价值，没有这样子哈，高中低都有它的很棒的地方。所以你系讲你下当地看你节目的朋友，用音对了古典的每上情有兴趣，也系讲佢可能自家是伫合唱团接受训练等等吼，像小军老师一感音的求学之路，你的音乐之路，很勇扮演同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从你的身上学习一些养分。我在新竹女中的时候开始正式学音乐，事实上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然后小时候就拿个那个棉被啊。叠成一个像豆腐块一样啊，自己就站在台上，自己表认哦，跳啊。然后后来进了新竹女中之后，我就想要决定未来的道路，就想还是主修声乐好，因为曾经有老师跟我称赞过我的歌声，他说那我想我就主修声乐试试看，然后就请了李宝玉老师帮我的忙。耶，我们老师，对啊，然后高中之后我就进入东海大学在东海大学研究所大学部还有研究所部，然后1997年的时候拿到了奇美奖学金，要木马给签掉，所以需要一些奖学金，所以非常高兴这些基金会可以帮助我们。然后那我拿了奖学金之后，在国外念了2年半的书，然后拿了声乐家文凭。我对唱歌是很大的兴趣，所以就特别去拿声乐家文凭。它其实也是等同于那个博士学位的一个文凭这样子。那回到台湾来之后，我也进入2厅院歌剧工作坊，唱很多的表演啊。你知道唱歌的人必须要一直在台上唱，必须要一直表演，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进步这样。是从经训练，台北线上是讲吼，你也上谁经练，所以你台北的合唱团当你都会练习，而且要发声，要不断的锻炼，你的声带它那个弹性会越好，还有吗？嘿呀，你的身体必须要常常训练，像运动员一样，该你的身体是动有活力啊。该你平常时是讲唱歌的人，真少用帮人保养，真正做唔得奇奇怪怪的东西，还讲做乜个运动吗？运动。
平常音做因都做得，嘿，所以经唱歌、经表演、经去伫推档时候嘞。哦，用本指甲是经有发挥的机会，就会一直精进。是。讲到练3-4年，开自家的独唱会，可能头摆有教年前都冇强用的团队，不过厉害。自家来主办自家的独唱会，这是完全不同啊！而且可以连续4年哦。你讲一块买啊，他可能为期2个月都可以让你买票。如果一块买，10也是买强强的。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支持啊！2017年开始4场音乐会嘛。有舒伯特的啊，艺术歌曲哈，还有舒曼也是艺术歌曲，动手音从艺术歌曲啦。尤其的新竹县是好少赢快因为艺术歌曲音乐会，我就觉得说，我以前都是在台北唱比较多，那我希望我自己的歌声能够有机会可以服务新竹地区的乡亲哦。所以在新竹地区我就设计这些音乐会啊，然后之后还开了一场莫扎特的歌剧《女伶》的音乐会啊，去年也开了全场的客家音乐会。哇，怎么有贴片哈？而且客家咧贵重诶。我起的哈客家音哦，我一直以来都是学西洋美声。而且应该要为客家音乐尽一份力。那我可以尽的力量，当然就是在美声部分。那像 Rita 就很棒，你可以在大众这个音乐里面做很多的贡献。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挑你的某一个曲子，放在我的歌，不一样。对，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样听起来感觉上是很不一样，用流行的声腔跟用美声的声腔唱起来，感觉是有一些不同的。尤其你客家音讲话哈，你的俩鼻腔好情窦又安有共鸣。如果你唱歌不适合用头腔，甚至是多一点胸腔的共鸣，该你在表现方面哈，俺闹死，其实都从客家又跳展了。哦。他跳展蛮台的哈，一台哈，好比较扁。你知道我以前在新竹女中念书的时候，李老师就跟我说，你要客家音哈，广播的话加不卡的回家，然后就是听起来很扁的声音。因为先生讲，你广播会按用音，后背的会后背的。如果你客音广播是按下头前，下鼻腔下肚，是按用。所以唱歌，但是唱歌如果我们如果像刚刚完全不用麦克风的状况之下，我需要靠后面的共鸣腔。上川的人对，那你看我虽然这个长相这个怪哈，这个有点厚，有点厚道，但是对很多人的来说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共鸣腔真的觉得它的确不这么好看，在某个角度上不是很好看，但是它却是一个很好的共鸣腔这样子。所以你唱歌的时间用口腔后面，对，后面这整个腔体。你看，极专业的哈，台式类的现场是几套，所以你有感受，你有俩气流在我们的整个腔体里面在流动，是，对。该线上去年开了一场客语的独唱，贵冲非常受到大家的热烈评价，还动好的评价，没不你动感同哈。对啊，请这样讲，在台上闯哈，因为美声，我们常常的印象就是美声就呜那种闯，常庆祝在闯嘛该。可是呢，我那场唱的时候，我也很特别的要小心就是客家话讲清楚，闯清楚。讲不一堂的些，闯不一堂的些。因为你3个谁讲嘿，你是宝吗？可是美声因为它的声音比较靠后面，所以就字很不容易发的。对我们的语言来，客家不会来讲好不容易发得清楚哈。那所以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还拆开每一个字啊，像散过来散好就字头、字中、字尾，我还拆开来，给用半音分配，它的比例用半音，对要把声音唱得很漂亮这样子，然后再。每个音域又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按用心，我看了音乐会过后吼，大家是讲哇，唐英唱的了每上的山歌有特别全新的感觉，韩国全部唐的新的唱么个？有客家人让来讲去唐一些，我还当翻译。哦，表示讲有用心，本大家感受得到。韩国用每上表现的方式，有的人可能讲啊，搿系咪另外当然，唔系哦，其实吼，你做得当特权。等下你到转来继续听小军老师同大家来分享哦。发腔唔够韵，带小军老师。你好。哇，家下头先生来认唱天公落水，嗰种感觉，老头先唱嘅夜后，嗰种嘅气势冇同样。你唱天公落水变得，有点小女孩的那种柔美感觉，但是唱了民谣、老了歌剧情还冇同样哈。没，就是我会根据不同的角色或是歌曲哦，这我相信这个歌剧给我的训练是很好的一个帮忙哦，所以我可以就是每一次唱不一样的歌曲，就会有不一样的表情出来。进入该情景，是像做戏同样。对呀。哦，该你自家伫唱安度冇同样的歌剧，要做安度的角色哈。我看小军老师你请到呀自立了哈，你做的都会个主角。就是花腔女高音，然后又是担任主角，无论系茶花女啊，还有个摩笛夜后啊等等啊，从安度的角色吼，对你自家来讲，从歌剧啊，从那艺术歌曲你的心得系乜嘅？歌剧哦，就是我们要在台上能够尽情的表现出那个角色。哦，对。对于我们在唱之前，事实上都会做很多的功课研究。我们会研究那个角色，研究历史背景，研究整出歌剧，它在每个地方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表现，那个整个故事要怎么走向。这个对我们往后很多的歌曲的表现，事实上是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还有我们要在台上这么多人的一个舞台，就是这么多观众的，那我们在里面怎么样用我们的声音，不管是大小声，大声当然比较容易听得到，小声后面的人也要听得很清楚。上音而又穿透力，可以一直直达到你的耳朵。所以对了歌曲的训练，其实是本你的情感表达，就是那个音乐的戏剧张力而又拉。还不只是说声音啦哈，你要有慢 key。好，你看咏伴音，对，咏伴音凑，咏伴音躺下要怎么躺啊？有时候我们还要跪下来，我们还要倒下来唱歌。该有训练的不卡谁哩？因为按气人动好唱歌，按用气动水。如果你体人的时间，那个气息跟发声共鸣就会不一样，完全会跑掉。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挑战蛮多的，要用各种不同的姿势。所以平常在家里练唱，大概也都会这样。一下水练唱，全部时间没会唱，全部时间没会唱。一边跳一边唱。哇，原来从美声和走那边唱跳歌手，咁係講從藝術歌曲相對來講係咩下簡單？其實冇強容啊，應該講說冇強容的挑戰哈。歌劇因為它有角色的設定啊，它有性格，對，然後它還有當時的一個劇情的連，有情境，對，但藝術歌曲呢？艺术歌曲就不一样，它就是艺术表现，叫詩詞啊，好溫啊！不論講歌曲之王舒伯特嘅作品，是那個唱的將，唱的後堂，就是主要是美就可以了嗎？美其實
除了美之外，当然还有，但是你说没有错，的确美是最重要，是在艺术歌曲里面，最主要表现的一个中心。而声音啦、优雅，甚至是歌声可以让人家进入好像如诗如画的感觉。对，不音堂还动送送哎，很舒服。对，然后还有我们刚才听到像天空落水，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哈。那你在唱的时候，不只是美，你还让人家觉得说啊，是个小女生在看啊，看那个鱼儿在游来游去啊什么。对，就是。但是讲，你杜撰咧讲，你像天空落水咧的，算系咧通俗歌曲，又讲民谣，伫咧做安样嘅歌曲的时节，佢嘅表现是融入，又有歌剧的元素，又有艺术歌曲的元素并落去。那个地图当中，念念是动重要，刚才讲这个扁音怎么样比较圆一点，因为不音弹得清楚，因为穿得出去。该的确哈。我们每一种语言会有不一样的表现，譬如说像我们听到像艺术歌曲哈，德国艺术歌曲舒伯特，他之所以音乐会这么做，其实跟他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的哈嘎狗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也跟我们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你样讲话，嘿，是吧？那所以其实我在唱一些，你会唱哎呦，好天空啊，我哎呦唱，那会天空啊，会好偷天对吧？上回表好偷天对。上条下天下凉下偷天。嘿，唱客家歌，好，客家歌面通常好比较明亮一点的歌声啊。嘿吼，大家做得好好，特别谈安尼客家歌，先做得上一下小军老师讲，谁安用音哦？来起头啦，当然还有很多前辈们，他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你还表现奉献某种用，可以塑造不一样的这个氛围。刚才你讲到木艺上哈。你刚才谈小军老师从安后谈上音，你系所谓古典的美上，可能你下加入你们俩民谣的感觉，你下因对美上的俩定义，因为讲啊，我会上系最正，我是系美上，你没错哈。不过你讲古典的美上，其实具有程度的要求，对上音，经常扮演表现，弹起来又顺吗？又热吗？好，又降吗？又凉吗？其实系有到的要求的，就在线上同你介绍吗？那对我们就上哈，不能动作种啊哈，通常就是上中音是从压到出来，还有高音呢就会比较高一点，我们就需要一点头腔的共鸣。事实上，我们的头腔是不会发出声音来的，主要是整个声音的腔体，喉腔、咽腔、鼻腔、口腔这4个腔体很漂亮的混合。那美声是非常要求这几个腔体是平均的声音，平均的上，你讲起来动气，你是讲大家做一点，感觉你要有痛，有震动感觉，感觉好像声音比较多在这边震动，大家做的安音高，如果平均不给混合，又要达到你说的这个，又要美又要远，该训练动球。的确要花一些时间，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都需要。所以线上还当你练习，原则上是这样。所以你讲每上从意大利来的，所以你开始学习的时间，因为可能听到因为从意大利的艺术歌曲，从了就开始母音，只要你讲话每一球哈，因为 R A E O U， 好，意大利歌曲后 R A E O 是最主要的5个母音嘛，因为客家歌每句啊。客家话每句哈，还没有 I A U， 不过我们好某种一点点是稍微做一点调整。所以现在系鼓励大家讲，系讲大家上爱来练这个上下降吼，因为诀窍是你平常时地方看你没白做，你没做得起可呢？像系我会弹双唇，就是，像小朋友在搞啊。用人家每走的它就是一个训练，一个练习啊，也或者是像你刚才做的那个，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你头摆线上微博视图，你讲妈咪咪妈母，这个是你还没安练，所以这个平常时安用音，光是弹唇其实就不容易。是啊，猛死学安用音，跳，你还帮助声带放松吗？这个是帮助这个地方放松啊，了解，对，不用放松，不用放松，怎么还不用放松呢？
嘴摸不用看松，重够死是没办法发的。哦，是会硬硬系啊？系啊，因嘴条硬嘢，没做唔得虫啊。哎呦，是虫出来的，从高的从夜后是哇，哎呦，该摸恐龙，因为夜后冻过。哎，夜够嘴白夜胎吗？系啊，用班人讲，那太敢懂了比咩？一定要张很大，嘴巴一定要开得很开，比较好唱。好唱，上下出来，因为其实高音其实上也高，它的其实那个音很细，对不对？对，穿出来。对。哇，你嘴巴嘴黑，因为刷刷，因为谁教哦是唔好唱，也是可以唱，但是不容易唱那么大声，而且他夜后这么有戏剧张力 power， 对，所以大家平常时练习是练不用抗速，要先放松，才能好好的运用肌肉。是，你讲哈，总得冲出力，太用力又不行，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力哦，你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一个好的示范，但是我的肩膀是一定要放松啊，不用抗速，脖子也要放松。肩颈要放松，对，然后我们这只是让手也要放松，因为有时候表情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要放松。唯一能够用的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绑腰带的这个地方。用半音高，你吸气也是这样，因为我往外啊，口音呢，腹式呼吸抬这个地嘛哈，腹式呼吸的是你吸气的时候，你有往下。整个你的腹腔啊、体腔都会往外打开，对，你应该很容易了解。我们以前在合唱团用，嘿，同大家分享，大家做一起看哦。等下到咗咧，我想大家动上了解小军老师的事业本，可以咧拖重复，用哪啲去曲呢？呢度要乜嘅？動用心嚟安排呢？等下到咗咧，繼續同小軍老師來分享咯。节目当中吼，佮同伊唱按到冇强用的歌曲，冇强语言，冇强的风格吼，听起来感觉又完全冇强的风情呢，非常享受哦。新风意。嘿，我想今晡日安尼的节目，真正来请教小军老师哦，安尼咧快问快答啦，透过你的分享咧，认识你为咧认识咧音乐，请问为到保护你的上届，保护好咯，你为是来的吗？你为是变的吗？你为是吗？我唔係，我真嘅，我本來是冇把感情啦。咁你為什麼？我平常時為是咧，不過我冇話係變來東西。變的是真嘅冇事，係真嘅是冇嘛。那的小口試，我在開嗓嗎？不能開嗓啊！對我來說不是不開嗓。我有個學妹客家人哈，也吃一整盆的那個辣椒開嗓。真嘅啊，解啦！你一共是幾盆條辣椒開嗓？嘿。哇！我以為先變噴火龍啊，所以大聲音習慣冇強，所以辣的因為是得，不過變的因是冇事。演唱之前哈，我是絕對不吃辣，辣的唔食，甜妹妹唔食，我咪唔食，我有糖，變的唔食。係好，睇下後期啦，表演以前你都有冇事？保護聲帶喉嚨。哦，好，該大家知道你最龜毛的是什麼？因為表演啊，要 Q 自家也係講有乜嘅最龜毛的。我不龜毛，我們都專業，然後只是多一點要求。董站，你是董好嘅回答。你是專業嘅要求，你唔龜毛，哈，你係正確嘅。好，該係講練習嘅時當然練，尤其要開獨唱會，4月11號要開獨唱會，因為緊練緊準備要動到嘅事情，練到動翻呢。
用扮艺术呀？翻和好啦，每某每动翻哈。不过平常就是我在家里就是一边做家事哈，一边重购。哎呀，重购是去做家事，煮东西啊，手摸啊嘛个。刚刚不卡动很多，因为不敢有动墙里，有躺的后台够上，不用那个 CD player， 也不用 MP3， 妈妈重不一躺呀个。哦，那是这个是求讲，你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不会起头翻，不会嘞。哇，很快乐哦。对呀。哇，该请用3个词来形容你这个，形容扮演的性格，什么叫吃肥？什么叫吃肥？我爱平和，好，很喜欢和平。哦，风哦，对，比较安静，平常很安静，但是真的玩起来的时候是很活泼。哦，就是疯狂，对，易动易静。对，平常表面看起来就是很冷一个人，但是真的玩起来的时候就很热情，没有包袱，没有包袱的。对。我你讲讲成超过3章嘞，啊，4拼易动易静，啊，第3章用乜嘅？就半夜就機會咧，遵守交通規則。你係啱講過，非常電影寫嚟裏邊遵守交通規則，哇！我頒獎狀俾你。謝謝。哎，你係動怪誒，啱講咧，你係動怪嘅。哎，係真嘅。係嗎？係。哦，好。哎，你是動怪。都用啊，因为一点空的小军老师疯狂跟很乖好像很冲突，对不对？应该不会嘛，平常应该是要乖的地方就该乖，走在表现的地方尽量表现，上楼推档就尽量表现。动好哎，你个阿妹妹安用啊？哎呀，嘿，臭动好，该系讲平常时练习的时间哈，你有乜嘅有没有特别的癖好啊？你系讲正式要门关起了，要好好开始准备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你有冇嘅譬如讲，彻底做咩用音超爱还用班？该已经跟那相信哦，有时候如果练太多哈，哎觉得喉咙好不舒服点哈，比较需要休息。还是文章立百都唔讲话，唔讲话，养声带、养喉咙，真嘅都唔讲话，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你要不卡台体沟通会用下死，嘿，真是的哦，比手画脚。哦，给到都走在体量啦，因为我们的这个夜后要先晋升，才能带来最好的表演。对，真是安用音，真嘅。哇，所以顶要不卡也是。又可以看到整洁又安静，但不时会出现美妙的歌声。对，我的家人其实要蛮包容我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专业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在台上给观众最好的。对，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自我要求比较多一点，一定要最好状态。超，因为像你安音讲话，就是一直使用声带，其实俩系最好每讲安都会。嘿，所以我的音乐会我们就顺便讲一下，我的音乐会就会安排别的人来帮我讲好，别人来帮我介绍，因为我的音乐会的设计是这样子除了演唱之外，我还有解说，为了就是要问台这个都地你在冲吗？该，不然呢你紧冲，台下在底下听的人都唐心的冲嘛个东西。看到有道理，你讲这个什么讲？你是动用啊出来唱歌。你对啊，提这版还快的时间2017年的时间，还可以舒伯特还是讲我还自己在讲。结果呢，很辛苦动甜哎，鱼尾讲鱼尾唱，对啊，那个声线转换什么困扰？非常辛苦，这一场音乐会下来，我要休息1个月。因为太辛苦了，你说话的发音位置跟唱歌是冇穷的。对，说话事实上它用到比较多的肌肉，但是它没有办法用这么多气息。好，它真的不容易那你唱歌又是另外一个肌肉跟那个声带的要求。对，所以没有按用音。好，后来对决定请人来讲。好了解嘞，该你好，既然讲到了，为大家有没有当上认识讲，你阿爸用功夫，用哪道曲歌呢？用哪道设计呢？你阿爸因为客家讲的就三大调，三大调，对，三大调，楼散构，散构子，偏板，这一定要唱，对不对？一定会唱。韩国本大家堂用每上的方式来唱了三大调，完全冇穷人，跟到一般的山歌唱法是冇穷的。
动就有意思。然后还有各地的像客家小调，嘿，还有桃花开啊，哈，天公落水啊，落水天啊，还有经典，嘿，还有各地的这个客家歌曲，嘿，像长野调啊，然后像大埔调啊，哦，还有爱竹东山歌上。哦，该咁要安排下所谓下现代下重组嘅客家流行歌曲，一定要的，这样吸引比较多的观众来听，这样子。一方面咪就一般大家聽到冇強用音樂嘅風格類型，嘿，冇錯，嘿，這樣會比較有變化。嘿，所以你喺音樂上咧係先前聽到冇強用嘅曲目嗬，你一排家講到導林咪特別要搶音樂界好朋友。嘿呀，嘿，因為導林嘿長期在合唱界裡面哦，他就是唱了很多年的音樂，所以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對音樂有很好的了解。嗯，那要找一位導林，你隨便找一個人來講，就是不他總的，哎，對音樂要認識了解，韓國對你咪要得了解。錯，所以大家都期待哈，你一排獨唱還有伴奏嘛？伴奏咪係特別要合作嘅好朋友，因為蘇秀琪老師係我主女，係我學姐，都優秀學姐，佢傾談嚟都好。錯啊，哦，佢係客家人啊，係客家人吼，所以佢對客家歌曲係都了解。哦，那彈起來那個韻味啊，冇強弱。哇，所以每一家分節哈都要用心嚟安排。乜嘅時間到哪會就得看到呢一場獨唱會呢？4月11號啊，今年4月11號星期天下午2點半，在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哦，你一排主題講到客家好美聲，客家好美聲哦，或者是客家好美聲都做得哦。分享大家掃描和查詢，你只要打這個夜後帶小軍或者客家好美聲，就可以聽到小軍老師啊哈。你要從音樂會，韓國當然分享大家 follow 你嘅臉書粉絲專頁。我有個粉絲專頁，花腔帶小軍哈，帶小軍花腔女高音，夜後摩笛夜後聲音樂空間。對，嘿，你搜尋老師嘅名，你寫關鍵字咧哈。老師係咪都用心，因為最先下次為掃描同大家分享哦。現在啲祝福音樂會非常也蠻辛苦，謝謝，希望欣賞，謝謝學姐今天來上節目，希望謝謝大家。咪希望所有嘅朋友今日嚟收看福喜來了，等下邀請大家共下來聽通一下哦。希望大家收看長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